女断断不能再留，否则郡王府必遭天谴，厄运不断。我自嫁入世子府，未曾有半分违背家族纲常，却要遭受如此刁难。祖母，您当真要听信他人妄言吗？老太君，您看看十一吧，你忍心用十一的性命和整个陆家冒险吗？哗众取宠，一派胡言！宿命的选择，坠入梦魇那一刻，在漩涡里挣扎着，刺破世人的夜色。祖母，这些都是无稽之谈，您怎能任由他们把府上搞得这么乌烟瘴气？先前是田儿不懂事，惹恼了世子妃，可十一还只是个孩子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放过他吧。田姨娘所言，倒像是我故意要加害十一了。是田儿的错，田儿知错了，求你放过我的孩子。那你觉得我该如何？雪英，十一虽说不是你亲生的，但她好歹也唤你一声母亲，你愿意为她去道观求福保平安吗？世子妃的头衔再尊贵，于陆家而言，终究不过一个外人罢了。既是祖母的意思，雪莹去便是。江雪阳，你平时那牙尖嘴利的劲儿去哪儿了？这个时候你听话了。十一唤我一声母亲，我自当为她的安危着想。我相信，假的真不了，既不亏欠，也更无惧。姐姐，道观清苦，此去可要多保重啊。妹妹，还是先操心一下自己吧。江雪莹，你猖狂不了多久，此番你定是有去无回。世子爷，今日精武坊开张，月儿姑娘让我请您过去。啊，九月已经带着贺礼过去了，帮我转告月儿，我今日有事，改日再去。
姑娘，这是世子让九爷送来的礼品。世子只说有事就不来了。是，听闻世子妃出事了。十一，不是说药效一过就会醒吗？怎么越来越严重了？十一，他死了！吃饭了。他果然给11下药陷害江玄阳，可只有迷药怎么够？他死了，戏才够劲儿。大师，救命啊！大师，你说话呀！我给你钱让你配合我做戏，你到底给我的是什么药？你太让我失望了，老太君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是江雪莹，是他故意设计陷害我，还敢狡辩！若不是雪莹发现的早，11早就没命了。竟给孩子下这种毒，若是发现的晚，就算有命也会吃上。你可有把握？信我。谢谢。先别急着谢，罪魁祸首还没找到。你是有了什么主意？世子可愿配合我？天一娘，你擅妒成性，设计陷害我，为了一己私欲，不惜谋害陆氏子嗣。老太君，我错了，但我真的没有下毒，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了，您饶了我吧。还有11，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他。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你根本不配提11，若不是被我发现，你还打算对他做什么？都是因为你，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活！好大的胆子！
赐世子妃，罪加一等，鞭笞50，收回掌家权。来人，把他给我丢庄子上自生自灭，任何人都不能救济。不是我，老太君，走，不是我，老太君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你怎么不穿外衣啊？你大半夜进我房间，还质问我为何不穿外衣啊？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，我关心你还有错了？你还跑进来了，你给我出！你是来给我送药的？不然呢？祠堂还有田姨娘的事情，多谢了。你这个人看起来玩世不恭，品行倒不赖。那是，本世子一贯行侠仗义，眼睛里容不得沙子。哦，那你可真厉害呀！你耳朵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被我夸红的？哪来那么多话呀？上药。别动！有件事我想拜托你，十一呢？以后就交你抚养了。十一的生母是？十一是我在战场上捡的遗孤，我视她如己出。田姨娘是祖母找来照顾她的，为了方便，所以安排在我房中，就给了个姨娘的名头。放心，我会善待十一的。姐姐，姐姐，月儿妹妹，我就知道你会来，快叫我离开这儿。江雪怡那个贱人，等我回去了，我定要将她碎尸万段。姐姐这副样子，还真是让人心疼。只是，这郡王府，你怕是回不去了。什么意思？若你回去喊冤，让他们重新翻案，知道我才是给陆十一下毒的人，该如何是好啊？是你毒害了我的事业，是你！原以为你能彻底把江雪莹赶出府，等陆十一死了，我再顺势除掉你，一箭双雕。可谁成想你这么不争气，你怎能如此害我？为什么？上一世，你仗着有老太婆撑腰，欺我、辱我，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。使劲叫，使劲叫得越大声，我就越爱听。如今我只是小小的反击了一下你，你怎么就受不了了？上一世，
你在说什么？什么张医生？我要去找老太君，我要告诉他们，一切都是你做的。现在我们两清了，得罪过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祖母，雪莹知道您爱听曲儿，特意给您请来的角儿，您听听。好听，好听。祖母喜欢便好。雪莹啊，前一段时间让你去道观静修，你不怪祖母就好。祖母为陆家殚精竭虑，雪莹啊满心的敬重。只是雪莹有一事相求。说来便是啊。田姨娘被逐出府，祖母掌家，雪莹想替您分担，学习掌家。你想管家？祖母，她是世子妃，掌家权早晚也是要给她的，您就让她历练历练，您也好清静清静，享享清福。此事不急，3日后长公主出宫巡查，我已邀她到郡王府来做客。你可愿意代郡王府准备一份贺礼？自然是。姐姐才情出众，心思细腻，所备的贺礼定能受长公主喜欢。他怎么会为我说话？看来有诈。长公主身份尊贵，贺礼关乎我郡王府的颜面，请祖母允许，让雨儿妹妹配合我一起将贺礼准备妥当。哦，好啊，便由你2人一同准备。你想要掌家权，我绝不会让你如意。拉上你入局，出了事，谁都别想置身事外。老太君对2位夫人准备的贺礼十分的满意，只待明日宴席上献与长公主，万不可出差错。这把钥匙，你们2位夫人谁来保管？姐姐身为世子妃，钥匙自然要交给姐姐。雪莹定不负所望。姐姐拉我入局，无非是想平摊责任。如今我们姐妹2人福祸相依，我定不会给你添乱的。你最好是，姐姐之前在江家处处退居人后，如今可真是大不一样了呢。长公主夫人退。长公主难得来郡王府，今日我特意为长公主备了一份贺礼，愿长公主福泽绵延，万事顺遂。老太君客气了。此礼乃老身孙媳雪莹精心准备，
愿长公主能够喜欢。如此贺礼，本宫倒有些期待了呢。这衣服，这羽衣鹤氅用的可是极北之地珍稀白鹤的羽毛，单寻这些羽毛便要花费100日时间，如今竟被毁了。雪莹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长公主息怒，一件衣服而已，坏了就坏了。可老太君的心意被毁，好好的宴席被破坏，世子妃该当何罪？长公。端上来。贺礼珍贵无比，以防万一，臣女在香锁上涂上了特殊之物。破坏贺礼之人，手上必留下痕迹，只需将双手浸入水中，贼人自会现形。不如让妹妹先来吧。世子妃这是何意啊？我这几日一直配合你准备贺礼，又怎会故意破坏？妹妹，你我是接触贺礼最多之人，若不自证清白，怎能让他人信服？世子妃，我的嫌疑该洗清了吧？看来他应该找好了替罪羊了。你们几个也像二夫人一样，把双手浸入水中。是。回长公主，这是橘子油，涂抹后无色无味，只需将双手浸入水中，自会显出痕迹。臣女将此油涂在锁上，若是有贼人打贺礼的主意，这沾过油的手便是铁证。你为何要破坏贺礼？是受何人指使？没人指使我。江雪莹，你何时做尽？我就是要让你尝尝苦头。他已认了罪，还不赶快压下去！饶命啊！老太君，我错了，老太君饶命啊！老太君。祖母，雨儿配合世子妃准备贺礼，今日出了差错，难辞其咎。待宴会结束后，请祖母允许我亲自审问贼人，给郡王府和长公主一个交代。贼人虽然抓到了，可本公主的兴致全毁了。今日真是扫兴。长公主，长公主消消气，还请您
再给臣女一次机会，随臣女移步花园。好吧，那就去看看。为何还有一件？一件羽衣鹤氅已实属难得，这竟然还有一件。此礼象征着老太君与郡王府的心意，极为珍重。臣女担心有人会图谋不轨，特意制造仿品，并将真品藏于紫霄观中，由道长祈福了12个时辰，方才呈现。福生无量天尊，世子妃聪慧机敏，行事周全，赏。多谢长公主。原来她早有防范，还故意拉我一起筹备。不过我的好姐姐，我还有后手，走着瞧。听说你今日出尽了风头，在长公主面前都毫不畏惧，倒是令人刮目相看啊。难得听到世子的赞许，着实让我受宠若惊。祖母已经答应了，把掌家权给你，你可得好好谢我啊。那是靠我自己争取来的，世子不过是给我说了几句好话而已，就想让我谢。哎，你不会不认账吧？开个玩笑而已，自然是要认的。多谢世子。好好执掌这钟会，往后这府里的大小事务就都交给你了。雪莹定不负祖母期望。雪莹啊，如今你已掌家，要尽快与君行开枝散叶，也好让我享受这天伦之乐。祖母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一说正经事就逃。祖母，破坏鹤里的贱婢翠竹已经招供，但事关世子妃，雨儿不敢擅自做主，还请祖母定夺。妹妹但说无妨。翠竹说，田姨娘死了。什么？田儿死了？祖母，她还说，杀死田姨娘的人就是世子妃。我只有借着破坏鹤里把事情闹大，才有为我家姨娘喊冤的机会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几日前，我去庄子给田姨娘送衣物，亲眼看见世子妃杀了田姨娘。你胡说！世子妃何曾去过庄子？我相信姐姐。他们虽然有过节，但姐姐绝不可能做出谋害他人之事，这才来请老太君定夺。我有证据，这是我在庄子发现的，这可是世子妃的东西。是我的不假。前几日我便发现自己丢了一个耳饰，难道仅凭一个不知从何得来的耳饰，就要污蔑我杀人吗？老太君，翠竹不敢撒谎，破坏鹤里我都认了，断没有道理无故攀有世子妃。我认为言情曾宁为田姨娘做主。田儿既已受罚，我相信雪莹断不会再下杀手。雪莹啊，你看如何处置？先将人关起来，好生看着。春梅，让管家去一趟庄子，查看情况。是。
姐姐，你可知我煞费苦心，就为了这一天。老太君，世子妃，我刚刚从庄子上探寻回来，田姨娘确实已死，这是从尸体手里发现的布条。这是……你可认得此物？雨儿不敢妄言，只是很像姐姐的一件红色衣裙。原来她绕着弯子做这些，是在这儿等着给我下套。那件红色衣裙，前几日世子妃陪小少爷玩耍时便划破了。只是这衣裙若是在府里划破的，又怎会出现在田姨娘的尸体上？祖母，若我当真杀了田姨娘，难道我会将这破损的衣裙放在房间，等着你们去搜吗？世子妃高高在上，既然一切证据都能推脱是巧合，既有人证物证，又事关人命，暂且收回你的掌家权，去祠堂思过，待世子回来，彻查再议。事已至此，雪莹相信，真相定会水落石出的。姐姐，你我气运羁绊已久，这次你再难翻身，我的好日子便要来了。世子，孙将军离开了咸阳关，已在回玉城的路上。孙将军潜伏多年，如今回城，定是查到了当年陆家军被害的线索。待他回来，立刻告诉我。是。世子今日似乎很高兴，可是有什么喜事？月儿，陪我喝一杯。世子，求你救救我家小姐！雪莹出事了。九月，随我回府。是。又是这个江雪莹。你又没犯错，跪什么跪？起来。你都不问我。你为人磊落，断不会用这种阴招。这等精巧又歹毒的局，也绝不是翠竹能想出来的，定有他人在背后指使。从贺礼被破坏到栽赃我杀人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些都是江雨儿在背后谋划的。居然是他，他竟敢对你下手，凭他也做不到天衣无缝。我先带你离开这里，我们再从长计议。不可，祖母下令让我进族，我若是离开，便是忤逆尊长。此事只能劳烦世子帮忙了。物证可以作假，关键还在证人身上。凭我对江雨儿的了解，她定不会留下翠竹这个把柄。得罪过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这么不巧，偏偏被你撞见了。别杀我！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既如此，也由不得你了。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求求你别杀我！求你！
那便按照我说的去做，否则，就算你自己不要命，也得想想你的家人。是。放心，这里可是郡王府，你今日表现得这么好，我怎么舍得让你死呢？换上它。九月，派人出去寻找翠竹的下落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去查二夫人在哪儿，除翠竹以外，留意向江玉儿的可疑之人。是。离开余城，再也不要出现，否则田姨娘就是你的下场。是。你的胞弟在城南做铁匠，若是你动了别的心思，翠竹不敢。滚！这个人见过没？不认识。走。下一个。没看过。没见过。站住！那个大斗篷的！站住！别跑！让你站住，你没听见啊？站住！把这间房子前后堵住！是。
明明是我占了重生先机，为何反被江雪莹处处压制？她的脾气和秉性也和之前大有不同。哎呀，难道她也重生了？若真如此，春梅，给我拿些花肥来。世子妃，春梅一早出去买墨了，说4时才回来。40？可如今都已经50了，她怎么还不回来？世子妃，四处都找过了，没有发现春梅。春梅，春梅，这是春梅的香囊。上一世，春梅的弟弟欠了赌债，他还不上，结果去了赌坊，出了意外。什么情况？莫非上一世的悲剧还会重现？我得去赌坊看一下。上一世，春梅就是从这里跳下去摔死的。江雪莹若是来此处寻找春梅，说明她也知道上一世的信息。她定是重生之人。哎，九爷，春梅不见了，劳烦你帮我去找她。是。对了，若你见到世子，让他去赌坊找我。好。亲近之人身陷险境，我不信还能冷静自持。这一招棋，让我来赌一下，他是否会乱了阵脚。果然，我赌对了。怎么是你？赌坊的人跟我说，我郡王府的人欠了他们赌债，我当是谁呢？没想到是弟妹啊！不，我不是来赌钱的。那是来干嘛的？下棋啊？这赌坊的赊账单上印着我陆府的印信，不是你，那便是你的好夫君啊！此事我定会找夫君问个清楚。世子，这里有我和姐姐从小爱吃的桂花糕，不知姐姐现在身在何处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她在哪儿关你什么事儿啊？钱给我还上。是。这混蛋居然背着我输了这么多银子！江雪莹没来，看来她并非重生之人。之前我太过急躁，吃了几次亏。待我借前世所知，细细谋划，定会翻盘。不对，今时不同往日，春梅的月俸是上一世的3倍有余，她不会被逼来赌坊。莫非有人拿她做局？世子，府中有大量的银钱支出，我怀疑有人在外赌钱。我一介女子不好进去，麻烦世子进去看看。好，我来处理吧。此番试探后，你更加确定我并非重生。从今以后，
你在明，我在暗。往后的较量，你惹我一尺，我还你一丈。听闻前些日子十一少爷病了，不知如今可好些了？有他母亲照顾，好得很。母亲？多亏雪莹懂医术，才把11从鬼门关里拉回来。我为11准备了些补品，世子走的时候记得带给他。他一个小孩子哪用得上这些啊？再说11已经去了外庄。世子，你先出去吧。孙将军有消息了，我们明日约在城郊会面。小姐，这礼品，人家既有母亲的照顾，又怎会需要我的礼品？扔了吧。是。这江雪莹入府不久，不仅赢得11的信任，还搞垮田姨娘，拿到掌家权，不简单啊！看来我要会一会她了。这么多笔账，都是陆良支出做官员宴请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这钱怕是花在青楼了。二公子看起来仪表堂堂，居然好赌又好色。看来我得去趟雅韵轩对下账。若是找到陆良报假账的证据，我便停了他的月钱。世子妃，账目已给您备好。有劳了。世子妃慢走。张贼啊！你站住！你站住！站住！石头！啊，这也是夫人的吧？郡王府的账本，您是郡王府世子妃？正是，多谢姑娘帮我个大忙。小女子冷月，若不是世子妃的金丹，我怕是早已没了性命。难怪看着这么眼熟，原来是冷姑娘。前面便是金吾方，不知世子妃可否赏脸，容月儿聊表寸心，以谢救命之恩。事已办成。这是西域特供的葡萄美酒，千金难求，世子妃尝尝可合你的口味。如此好酒，真是令冷姑娘颇肥了。世子妃叫我月儿便是。月儿先敬世子妃一杯，感谢世子妃的救命之恩。今日多谢冷姑娘出手相助。月儿再敬世子妃一杯，为大婚那日世子当天的所作所为道歉。孙将军，审计要行有贪赃军粮的证据。孙将军，孙将军，什么人？此人乃信阳关尹潜逃的叛将，你与之勾结，等数。追！
狮子妃。这张脸还真是肤若凝脂，绝美动人呢。若是毁掉了，世子还会对你上心吗？轻易就毁掉你，岂不无趣？你在郡王府风光无两，如今看来也不过如此。银针能试出的毒有1000种，试不出的毒就有1001种。江雪莹，好好享受我为你准备的大礼吧。哎，别走啊！徐公子，您喝多了，我扶你去包房休息。郡王府夫妻不睦，世子妃在外与人行苟且之事，这要是传出去，人呢？冷姑娘，我本无意与你为敌，你和世子之间的事与我无关，别再来招惹我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官府办公长了，闲杂人等让开。你受伤了，他们要抓的人是你。谁他娘的砸的老子？是你们谁？让开让开，去楼上走。是我砸的。怎么回事？让开开！你敢打我？官爷，你快管管，这人喝多了在此闹事。接着搜。是。给我挨个房间的搜。是。去这个房间看看。
时机从权，不能让他们看见你身上有伤。宿命的选择，坠入梦魇那一刻，在漩涡里挣扎着，刺破世人的夜色。心被火温热，燃烧倔强的躯壳，腐朽还是新生呢？冥冥中已有取舍。谁记得眼里最痛的底色？长恨着不如歌，三生曲折。